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台湾甲帛琉4月初1来启动旅游泡泡，为疫情冲击下国际观光来拍开一条绿色的通道，嘛创下着亚太地区的头一例。双方防疫合作，到伫机场检测，只要结果是阴性，就会当办出关的手续。目前的模式是采取着团进团出，甲台湾的观光客、甲当地民众活动的范围来隔开。这个行程的安排是以海上活动为主。等来台湾了后，防疫的措施嘛来放宽，旅客只要做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台湾甲帛琉已经有20多年的邦交了，帛琉嘛是少数零确诊的国家。到底帛琉的防疫工作是安怎做的呢？海岛国家阁有倒一寡美丽风景呢？做伙来看。规片拢是蓝色的，最清啊看到海底。帛琉是产水美的人的天堂，340座岛屿组成的，土地总面积差不多是2个台北市的大小，全国人口较无2万人。新冠疫情爆发后，马上宣布锁国。人这个小岛国即摆变成防疫优势，伫美国的帮助下，帛琉总统要拼4月底前，全帛琉有160%的人会使注入新冠疫苗，达到群体免疫。Moderna vaccination is run through our Ministry of Health. The U.S. government put Palau as part of Operation Warp Speed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our Ministry of Health receives the doses, and we administer them when we receive them. 我觉得他们做的不错的是，他们一开始是每天密集的开会，他们的这个紧急面小组里面的成员呢，会一直上他们的当地的 radio show 或者是 TV show 去跟他们做一些卫教。利用各大媒体放送防疫观念，帛琉卫生局嘛会定期的网站公布全世界疫情甲附近国家的确诊状况。为成功病院派驻到帛琉2年半的护理师蔡玲，观察到当地防疫政策，要做到零确诊，上大的关键是全民的配合。就连到超市这款的公共场所，民众嘛主动挂喙安，生活习惯的改变是防疫成功的重点。因为这个是小岛，大家也会互相口耳相传，或者是就是互相叮咛这样子，所以后面他们比较打招呼的方式都是用手肘，或者就是 say hi 这样子。对防疫要求嘛，反映在观光上。来到的帛琉国家博物馆呢，事实上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牌子上头有一个黄色的勾勾，这就代表着呢，这个地方是有受过防疫的训练，而且已经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受到了国家的认证，准备好要迎接游客。We have mask, we have a temperature gauge, and we know how to welcome you safely. 软体有啊，硬体设备嘛要对得到。捌拄过遮大疫情的帛琉，伫台湾医疗团队的帮助下，嘛有 PCR 核酸检测的实验性。事实上呢，去年4月的时候，台湾的医疗团队也来到帛琉的国家医院，建造了 PCR 的检验室，而且它的规格就跟台湾一模一样。它是利用96孔盘去做分析，所以它如果一次做2个今日的话，我想大概可以做35个优势，没有问题。要起一个实验室，哪有遐简单？对外停航的帛琉，暂缓台湾所有航班，新闻病院只好找私人的无人机，用包机的方式，用检测仪器甲机师一箱一箱送去帛琉。建构这个实验室还必须要有一个生物操作柜，那个生物操作柜重达400多公斤，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只好请求东港的渔民海运，那花了9天的时间。然后才送到帛琉来把它组装起来。经过医师专业企业指导因安怎采检、安怎操作仪器，就这拄好到起好的 PCR 实验室，马上有头一个挑战敦睦舰队。建构完成之后，没想到在隔1-2天就发生所谓的敦睦舰事件。当时他们的总统就下令说，有跟敦睦舰队接触的所有的。包含帛琉这边的一些边境人员以及使馆等等的人员，都全部要做裁剪，所以当时在很短的时间内裁剪将近1000个人，那结果也都是阴性。要检验，都要规划做较好，连隔离病房的设置、甲院内动线分流的监控措施，台湾医疗团队全部包办。
除了国家医院本身里头呢有台湾协助规划之外呢，其实美国也有协助他们规划了另外一个 Plan B 的地方，也就是当医院呢有大量病患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到这个方舱医院的概念，收治大量的病患。无得靠伫台湾甲各国协助下，无类医病流会使向外拓展，提升经济发展，拍开安全的旅游大门，实施观光专案。检查都可以，因为关太久都没有出国了。现在的心情很好，就像是疫情还没有开始之前那样轻松。帛琉，我们来了 Welcome aboard the first inaugural flight 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in this travel bubble that has been created. 日头光沙堡比基尼，帛琉阮真正来啊！现在呢，我们在前往帛琉的班机上面，而且您可以透过机头看到呢，前方其实是有些骚动的，因为呢，帛琉总统刚刚已经透过广播欢迎所有的民众到帛琉玩之外，现在是亲自呢为每一位民众发送所谓的纪念品，所有的民众是非常期待拿到这个纪念品，而且一一的和帛琉总统来合照。人未到帛琉，为总统的欣赏，就会使感受到当地热情。为了这个安全的绿色浓度，防疫工作为落飞机就开始啊！机场人员全副武装迎接头一团的人客。入到帛琉，爱先量体温，交上台湾的阴性报告。帛琉旅程就会使正式开始。好久没有看到客人。然后我们要准备出发喽。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所谓的内湾。在帛琉生活5年，做在地旅客导游的 Sam， 就像你讲，伊这年因为无团客，差不多拢无出海机会，变成伫帛琉时恢复上爬的时阵。虽想去年几年因为疫情当上帛琉的观光，头一个钓就是这个带观光客导游。可能有些朋友的导游朋友。就是可能看疫情的状况，先提前回到台湾，就真的等于是失业，因为我们在这里至少还有救助金、补助金，但回台湾的导游基本上就等于是吃老本。只要是观光业，大家拢对。伫帛琉经营饭店15年的钟老板，冇看过生意这歹的时阵。就前几年赚的老本哈，大概这1年就都花掉了。撑不下去的很多，那也都离开了啊。那么苦撑在这个地方是真的在经营的，真正经营旅游业的。阳光眼睛不是办法，要安怎转型是疫情对帛琉观光的考验，有饭店业者另外找出路，找在地客。外面的客人进不来，我们只能从当地的人员来下手，做一些岛上的回馈的促销活动、特殊的活动跟节日的时候，我们可以譬如说做外卖。观光局嘛把这个时机连来讲。It's time to upgrade facilities, clean beaches, and look inward. How do we create a scenario where when we do open, we are prepared with a new, we clean the place basically for tourism. 帛琉的2个利好，第一个是它本身防疫守得好，再来就是它的接种率高，所以这个就是在防疫的部分，其实它已经先设下了一个相当好的屏障。观光产业也在这段期间，它趁机做了一个重整转型，还有升级。那所以我相信，在透过跟台湾的这次旅游泡泡的经验里面，它也可以反思出来说，疫情之后，它整个对外的旅游观光要怎么样进行。欠1年的能量，观光专案好像就是试水温的好时间。因为专家嘛讲，观光专案防疫成本高，团进团出，人客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限制，加上团费无相，这嘛是后届观光专案面临的困境。可能必须在经济、商业还有在防疫之间做一个平衡点。太高规格的防疫其实没有办法带进太多旅游泡泡的商业利益。其实未来无论是讲所谓的旅游泡泡，或者是疫苗护照，它关键字还是在疫苗。原来将这个专案延续落去，袂讲做到一半就无去。休困1年帛琉，毋但海底生物变甲真丰富，嘛拥有更加侪观光产物，加上做好防疫，提高疫苗注射率，政府对外拍开观光大门。同样是岛国的台湾，如果用伫疫情下创造什么款的奇迹，无的确帛琉成功案例，值得咱来参考。
园顶旋转的楼梯，这是全别流上有外国色彩建筑物，迄若无讲，我会当作讲到美国的白宫啊。因为其实这是别流的总统府，除了参观新城的议会殿堂甲总统办公室，对总统会述人的脚步做起来到稳重的景点。 Over here to the left is the executive building. Of course, we're on top of the OEK building, the Congress building. To the right is the judiciary building. 头一摆开放，互媒体欣赏到总统府的楼尾顶，看到真水海景，会使看到总统府的配置。开新台票12亿，打造的首白宫是台北关系上盖好的建筑。号称小白宫那栋非常漂亮的建筑物，事实上是当年这个中华民国政府跟帛琉决定建交的时候，我们送给他们，我们出的钱，然后当时请美国的建筑团队来盖，所以它就盖得跟美国的白宫是一模一样的形状。 台湾对帛琉的投资，唔是干那这大型建筑物尔，当地点啊加道路的马字眼，拢是台湾包办的。两国唔那是友邦关系，就连原住民嘛，共款属于南岛语系，彼此有真诚的文化历史。 进到帛琉国家博物馆里头呢，除了可以看得到他们原先自己有的建筑物，还有一些传统文物之外呢，这个博物馆同时也是台湾出资打造的地方。因此呢，在馆内还特别设置了台湾原住民的馆的展区，可以看得到呢，馆内当中是收藏了13只台湾原住民的文物特色，可见台湾跟帛琉的好交情。 台湾甲帛琉1999年签署建交公布，2000年设立大使馆。台湾历任的总统，包括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拢来这拜访过。实际上，台湾甲帛琉的交情是为农业开始拍基础的。台湾技术团的这有农业技师，有畜牧业的这些专家，那当地整个帛琉90%的芋头都是台湾技术团种的。 那所有这些相关的这些双边援助的项目，事实上，台湾大使馆是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这款的好交情，为民生用品拢会使看到。来到在地人市场去市超商，佫会使看到来自台湾的四手啊，上有代表性的旺来酥，也佫有台湾的青菜。因为这里自己本身是没有产什么蔬菜水果的，一直到2年前呢，跟美国合作，所以可以在超市里面看到呢，有台湾进口的小白菜。 除了农业，帛琉嘛真依赖台湾的医疗，70%的病人会送到台湾转诊，两国关系深化。我可是这一点一滴以人为出发点的关心。这摆台北观光专案更加充分表现彼此的信任。 Most importantly, when it comes to the Palau-Taiwan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so strong and we have the level of trust that we're family. That we have.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can open this bubble. 我们跟帛琉会总统开了非常多密集的会议，好不容易才达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想大家一定要非常珍惜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虽然不是完美，但是我们一定要向前走，一定要慢慢的改善。就算最近几年来，中国用各种方式去声帛琉，甚至提出禁止中国旅客到帛琉观光，要来处罚台北关系，也不毋捌互帛琉动摇过。专家讲，上大的关键是台湾去年的经营，加上帛琉的战略地位和美国出手，嘛更加强化台北关系。 因为帛琉事实上是位于整个第二岛链非常核心的战略位置，所以中国为了要突破整个第二岛链的防线，就一直很想要把帕劳这个国家给拿下来。但是这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说，帛琉事实上是属于这个美国自由联合协定3个国家当中之一个国家，所以美国不太可能会让中国去称心如意。 同款都是海岛国家，台湾用真诚的心伫交朋友。无得到这摆台北观光专案的成功，嘛再次证明了台湾的外交实力。